观众朋友，晚上好，一起来关注天气。昨天内蒙古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，中东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。今天白天降雨仍在持续，内蒙古气象台于今天下午在全区大部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。预计今晚到明天，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、察哈尔右翼中旗、丰镇市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、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。未来3天，降水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，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、雷电大风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近期内蒙古降水不断，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，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。今晚到明天，我区西部偏东及以东大部地区多云，有小雨或雷阵雨。锡林郭勒盟南部、东部、赤峰市西部、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有中雨，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。明晚到后天，我区中部偏东及以东地区多云，有小雨或雷阵雨。通辽市东南部偏南、呼伦贝尔市西部北部地区有中雨。我区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。明天全区大部空气质量以凉为主。呼和浩特小雨转晴，15到25摄氏度，空气质量凉。巴彦浩特阵雨转晴，15到25度，空气质量凉。乌海多云转晴，17到29度，空气质量凉。临河多云转晴，15到27度，空气质量凉。包头中雨转多云，16到25度，空气质量凉。鄂尔多斯小雨转晴，14到25度，空气质量凉。吉宁阵雨转多云，14到21度，空气质量凉。二连浩特小雨转晴，17到24度，空气质量凉。锡林浩特小雨，17到23度，空气质量凉。赤峰中雨，19到25度，空气质量凉。通辽多云，22到29度，空气质量凉。乌兰浩特多云，23到30度，空气质量凉。海拉尔小雨转中雨，17到23度，空气质量凉。满洲里小雨转中雨，15到24度，空气质量凉。